刚头你海人到松江抢水海的。来了，打这个幸福同儿海我们直播两高的必经必获私营采访，要想接着销售，先从南京啊，甚至销售到苏州，再从苏州出到松江，200字不少路啊！总算了小帮队里成上一只销售，来了没开心。要想我什么海我说妹妹讲，你旁边10条浪向10位些，我要到树浪你去讲讲高丽的。来了想对个，高丽是要讲讲好。那么动静，10条浪向身体受定啊。冬儿，老刁，你需要刻薄人家。写的再无用，高丽总要讲讲个啊。水老娘，哟，都是啊，这两天过来来个，来，我就把妹妹讲啊，过来，有事体啊？过来呢？哦，过来。做少爷叫你过来的，因为该子来了，讲闲话不方便。哎，那你做啥的？呀，我们也手表。那么你到老乡，我们要叫啥销售？我们是恰有只手，那么还是生意成功着了。成功了，事实上。还挺忙的，请你再不隆隆清爽。哪来？你也带苏州呀？带苏州，我是带苏州呀。你也属鼠呀？是属人，我是有啥属？你也不要接受啊？要接受？你也带皮肉呀？哦，你不是过到苏州去，不是来接销售？之外，带皮肉。哎呀，吃着呀！都说啊，我这只手是苏州来的呀。一个么事体办我在要围住苏州去嘛，神秘大胆不出去，是皮肉呀！是皮肉啊！皮肉呀！哪个说呢？ no， 都说你看讲，小帮的都是我都顶好在黄金蜡笔的时候，花肉还有冬雨刚刚上过出光热心的来得个灵。冬雨上不上打不打高开？谁是个咋说啊？还是没看看。不来的。居民的现在一点点夸的不管，你还不看看你来相公晓得你要身高，你要真个嘞，不没那事，我里向上手啊，三姑娘关注着他，真叫挖他这来不及睡。手那个动作啊，明显不正，还在，再吧啊！三姑，这生意不是难做的，来吧。都说啊，你都手管投入还是嘞？对管，手管投入么？再入小入就别有风味呀。投入么呢？一般一路慢腾腾，头上跟啊一样。你小入背节跨到山谷上说起，根本我不不胡适夸个。那么小入本来那个，而是我这手再买着。像不弄么孩子样，那我落了海湾。再让你睡一下呀，要夸要买你走几个下子了。还有我们最女的太早意，我想别是那个生意。你刚刚年不经商了，一想嘛有着，让我来底细，少交底细嘛，就是给你手了500个事。周老娘，我跟你讲，你定期要做你生意。我关在那里来相公上子年纪这样，我里想在困中地面是一个牛婆婆的，那你手浪向不管，困平几杯，那是俺的我年纪轻的娘吃不是也没上子年纪人那行都是呢，一要的空下来，但你在山脉里，不来个，你中地也有了，咁么都是啊，倘若我手浪向拿得出中地么来看哪里？咁么我打眼光开，你怎么拿得出？我手，那么请来我手吧，手么写了，中地是吃开2只，你要3只嘛，我真个拿不出这个。你那是刚吃呢？请个吃慢慢做生意，叫吃老家吃。想不如叫第一个派上谁分享？妹妹讲为啥子？没，还是那中地有个，中地有个。那么快个事体解决着，我要吃了哇！吃，哪了？是了，你来相公，我里向喊人讲，每一天是。还有台子浪向啪啪噗噗山中海边的台子，那么晓得吧？你居民的山头，晓得说啥么子讲？肯定也是日子来不青菜，一个青蛙发来个。干嘛这个？你定期要做你生意嘛？我都来讲好啊！你每一天要6多本，晓得吃。哎呦，6多本，我手唔少吃哇！啥个会唔少吃？你在我手浪向，我每顿单位呢不多本不多碗不汤不炒16位5道的生意的生外加一苹果红松咸人肉嘛，再加一只
大蛇大本。哦，你哪晓得吃呢？我做过戏子师傅呀。你做过戏子师傅？说那我可没来讲。我跟你讲，你为啥是一桩事体？吃大海吃饭吃又是桩事体。我跟你讲，你来香港上次年纪少，后期太早，我不来个。吃得还不少，吃得不还个少，理财大悟不等一撒撒，忙着长江里多进去。哎呦，这么多说啊，那个种只看我面子上有这样。你当个后生面子上有哎呀，那个手么子呀，我手厂里向装个35呀。落到来上点位呢？我娘就开饭店的。哦。娘就饭店关得在里500-300岁，让我用外甥，那么弄点碗，再交给我。不晓得我情愿欢喜呀，是呀，我老呀是啦。那么弄点碗么装到手厂里向，不晓得偷啥有的嘞？有棒棒咕噜噜，棒棒咕噜噜，好得嘞，幸福的我点碗3颗3。这不是说不看的？我服了个咋水呀？哦。都说啊，来么在还不在？请你当我南京独到苏州啊，出清神虎啊，清仓。下不了要，唯有清仓了呀！哼。别个这一想嘛，我晓得这位，娃要做成功搿做生意，是啊要做成功搿做生意，回来回去为这两个动地，搿没看，我俩手地浪向看了，看到那个肉里，让你自家主动来回头，对。刘老娘，那还不是啊？没，你搿只手裁判我回看看。我根本没看，青年胡子怕呀。那些。拿了，我也晓得。刚高的。哦哟，都说啊，你太客气，高的用不着讲的呀。你看那该到班队里向500几套船了，还船上我一扎，我开高地但是我几户口居来开一盘子了。你到2位，我手我也等到苏州，你看10几个农地，不我几个农地，你看啊哈。不来的。我欢喜3人为君子的，先当你刚清爽，别现在么讲到呼喊大喊，等到你我之手，当你抬高点么狮子头开，那么刚不弄么弄就赶上我，那么前不包成后不包比，那不来。不是我这种人，哦哟，你。不来，刚清爽。哦，那么你欢喜这个么？那么都说，你开吧。我开。来讲。那么啥？我带你来香港2高头。2位。手浪向困了海，吃了海，那么当然，手地饭地，为手浪人的嘴地，手浪人嘴地用不着，两边好起地，是啦，两边，呀，哈不啷当，过了山门，一塌瓜子，在了海，几乎，海红自家讲出来有点亏我，一只有同地，太多啊，我500人起这呀，一只有同地呀，我不当那1000两银子的呀，500万。没上山不给我。啥用不上嘛？这个呀，只要1万几3盒子呀。哎呀，你也日本的。这是给空手的，手机嘛1国里呀，500，现在给我500个铜，你们顶多少？在哪个的日本呢？那个我的，晓得人家。我中国人哇。那旁头上哪种人的呢？我的那谁私底下有呀。哦，就英国跟头上一样的。哦哟，都说头上一样蛮难过的，头你真的不知道去。我要气呀！不要气啊！哎呦，三国子里向最侬把那几个人气到3气了，谁气侬哎？你谁看？你还没有到最侬完呢？不，气在上头。不容。哎呦，两家头哇啷涨起来这样。还有大人们讲真，当这里都辣讲手里呀，发财其心呀，喉咙越来越响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哎呀，自家的同儿辣别墅里以外，连夫人女手三手了。哎呦，搿只手叫啥不容易啊？手家过来，哎呦！都来3个来接我噻，来等下，我去来个啊，回过来，哥哥来3个啊，还有啥事体？可是我的下人，他在内为你呀。哦哟，来3个，你还实在，你都个会读书再看不？做人我不上生意，我等你来讲笑话呀。啥人老等你讲笑话去？你须得理他。你把小肉要过来，我们下肉随时好一送吧。还是个树老人开心啊！这桩生意成功着呀！关这2个好皮，啥压过来，有客人就压过来。那么个小肉压过来，
那么这个树老人能个哈呢？这树老人本来是哈人，而且经济特别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晓得很多两家头的生活神圣要做成这桩生意。树老人生最佳最也是所有人，因为去年吃过风球两如帮的苦头，一口勇气过到如今，要像超广东人有没浪向高尚生优，不晓得来得不巧。那么年纪了，都因封印不办公，那么没说法。牛津省里向开支的3靠在预备大人开营我在高上，那么偶尔高浪向兜兜躲躲嘛，经常把你看见2个人，一老一小，老个大概70多岁年纪，左手3把，背后头更好一个人，不过天黑了，水里向这么各自捕鱼噻。这2个人能个空的，经常看见，而且人都说得热婚的，东亚打招呼，西亚打招呼，过路人们拍来拍来，把人家商店门口的嘛，酒店浪向婆婆问问人家生意啊哈，那么老百姓们，哎，进来市面浪向发家呐哈，安装好，屋里侪要门个，那么个主要是不懂，还要打听。是的，这个2家头到底少等2人家，但人头是干说，当地人告诉我，也是你不晓得。还有这个老个嘛，不是本人呀，就是南京超高头人海在呀，边浪向一个幸福动物，声称烈海的超光，做得动动人3分之海红其他呀，嚯！那么的记了着。今朝得到消息，啥个超广东的海人要到松江去抢收海棠，晓得了那个脾气，欢喜市场拆分。倘若那市场拆分，肯定要交销售，那么到我手浪向，我就可以高尚生育。所以等了给他等之上游这样。那么为啥等了上游不等了前地呢？哎呀，今朝码头浪向超广东人果然定好了海。附近的销售统统把它差人侪赶光，没办法盯到3班头里。现在看见大附近石头要15张销售，哪能靠稳？那个2个伙计20多销售通过来，来人一脚跳板一过嘛，老三哥啊，销售来噻！哎呀，请来何如吧？大人立起身来，来，挑起行李。下手吧！晓得再来点，你收我手吧啊！哟，为了不开心啊，那么的看看我何手，看你阿哥不手。抬手一声，大跳蹬走，老三公当心口子下。大人到手场里向身体受定。个手浪一看，大人何如这海红鱼他也说他做山浪向美毒之巧，100个服务性了。哎呀，你不能得这个，我高尚要你帮忙的。已经车子3里打过来，多少？来三公们何止受灾？那么请来多少？哎，我手吧，这地何如么这地开？嘿嘿，我手吧。用不着请过。你都请他管，来三公已经无主在，我不记得被杀了五郎，总归在一定要下去。哎，给我真的说点话是吧？来，那你看我在，来三公听你闲话，不听我闲话，是啦，说明为实。不，我心里想蛮明白的，今朝来读什么放我给让我举目拍了嘿。甚至么娘呢？讲不公的么是真的。哎，我晓得噻，让开的。来，坐下回来。别来怕我别。你进不要进那个地了。我不怕。城里向贴得该打着啊！还没。杨开的。哎呀，看见来上去。我不是拿看见来欢喜的。打到地上来喊呢？上了鱼子家，欢喜。把开的。把开的。看见来出去。哎呦，当心跳边了想不高，不当心起来。跌了屋里，你要追我洗碗。跌了屋里当然不得搞，用不着拿酒干。把开的。哎呀，好。打着地上。
哎，我得不懂那个人哪能不好气的了？都说啊，我是能有好气的呀。你是干好，我这一好，后半不当到后半里去就完事了。可以吧？可以。这样，当心。温腾事。温腾事。海红当心在手浪向，哪里得来一放，人擦的他。忙着做香浪向一手嘛，一本正经享受欢受，杀一本切特，这还人权来说些什么气得差不啊？那么主要是开心在两高头三五组长到手场里向得动静是，这个两三个啊，这个啊，我们到楼浪向去采购点么子，因为楼浪向今天要勇敢，我回去了马上开入，动静是没哈，乃说去说来，那么个手浪人到楼浪向市场里向。各种小地方呀，还有这个寓意讲出来啊，这个鸡鸭鱼肉了，统统买好，事宜都手浪向。等到全部二马好嘛，开入在卡嘞，水条钩子当，二浪向一点个扎住，忙正收追方向而去，那么个只手开呀，后头跟和两个人来开，一个风来说的四几把当中一个，因为中军规则里跟和大人，倘若三如接着，来围住来你的辰光，正式开始。倘若大人三如接不上个闲话，那么要等大人转来成就受鼓住。你这个几把鼓一哭，哎，大人三如接着走，否则那么回到古日浪向去，恢复中军，到辰光的灯东大放炮开入，不奇怪这样。后头还有一个人，啥人嘛？独吃油，你要保护大人，保到松江得了。现在跟那里一看，哎，大人到街上三如开入这，根本我哪有？我又不能到手浪下去，要把那大人看见了呀。那么再好呢，还接着三如，跟过去跟那里头，不对四面一看嘛，哎呦，清清爽爽，一张手在不呀。那么那办法呢？是，哎，对闺蜜往东里向小帮队里一看嘛，顶好一张投入了个。这张手啊，不是三块肉，长红色的，看上去红色状况，因为吃食分量蛮深了开。那手浪向不人呢？这个楼在旁捉摸了开，掉去锅里，上气再射，大菜掉两足一点，啪，蒙这个大手个手头浪向一跳。那么那浪出来有个子，除了还有人预告，弟兄两高头双胞胎。过些辰光了浪吃醋，天嘛实在浪不够。搿我做汤是汤得来，刚中碰到水里呀，不然当手头浪向一天那个手沙要吃起来，哪是不灵着？搿我做忙着面到面窟窿，实修个修上去嘛，汤搿总归在了浪着。搿阿头阿爷好个了，过来拿个三把掀开对外头一看，呀，一个朋友青面脸哦，人长一毛头一毛，你傻傻。哎呀，我来娘吃足的哇，不你老爸跳的么好的哇？哎呀，吃这个哑巴的我呢，你真是。搿等出去做日子，到底啥个闲话，绝听不进的。哎，你傻啥呢？什么叫傻啥？傻啥嘛，我的无心人哇，傻啥才是干什么？哦，就是干什么？哎哇，你们叫傻啥？傻啥哇？这个船家，我到这儿来买船呐。马叔啊，买船。到手里去过，一个手放马个。不是你误会了。我是来叫船的。就是个，一个手要不叫个，一个装后色的。装什么东西啊？米哇。装大米啊？装到什么地方去？苏州啊。装到苏州。哎哇，不用买哈。我把到苏州的当然苏州嘛，大里都比如这个，这个船家，拿啥？我跟你商量一件事。我是当公事的，我到苏州去有公事，要叫小船啊，这里没有。你们一到苏州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大面目的编船到苏州，你看行不行？好个，
哎，和尚，一个叫与人方便，在自己方便。哦哟，是啥？好。你别等，哎，你还是阿姑子啥？啊，阿姑子是什么叫阿官子啊？你还是阿姑子嘛？谁是阿个人？哦，是不是一个人？哎喂！哦，一个人，你们怎么叫阿官子？你倒聪明的。哎，对。哎，我就是阿官子。哦，阿官子。哎，阿官子带你们的船到苏州要多少钱呢？不要东西了。别了。船家，哎，这个不要客气。那啥啊？这个我坐你们的船就要付钱。哎，你开个价钱。哦，不要搞哟！哎呦，不要客气嘛。谁我？手指一只手嘛好了喂。一个手。哎，500个铜钿，比一块。南京到苏州几乎路了海了，只要500个铜钿，这对了这个。哎，这个船家，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到你们船上来，非得要住在你们船上，而且我要吃在你们船上。哦，谁够的？船钱，这个饭钱加在一起。选择了，谁够的？你还要吃饭噶？当然喽。那么谁这手指一只手，比这2只手么好了？2个手，1000铜钿哇！我有个手上有石头了，这个刚子半年1000个铜钿。大出要跑路动贵，因为铜钿不是离开，不在到夫人这个亲戚屋里向加点银子用，这户也不当的呀，你跑路动贵。哎，这个厂家，哪啥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往前面看呐，前面有一个小船啊，这里边有一位老相公是我的老朋友哦，我跟他约好一起到苏州，我来的晚了，他先走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船呢，要跟在后面。哦，你跟在后面，跟到苏州，我老子给你4个手。听你讲的，你只要3只手么好了。你喜欢的小等我做什么？我3只手啊，和东参加有关乎不啦？开船。那么个咋说？高人垂钓，一如往正苏州方向而来。大人。那个时的手厂里向受了很开心啊，上路不出来啊！那个外头空气新鲜，视野开阔，胸襟一敞。听看那个种野兽的声音，各种声音听了很无心。油门老讲听不下去了，来了的面落嘛，不晓得那飞落嘛，整整一些功夫，手厂里向衣服等等，熏得个老眼里也出来了，好家冬儿啊，老刁，这场中饮后衣服等等啊，你手老你往手里玩。现在就是这样呀，3只吃只困只再吃，是啦。那么一说嘛，茶壶线呀，衣物等等，跟你受过肉就没啥种事体做啊。为了发牢骚了，你帮忙受过肉，学得多意。你把窗儿打开水，一就是了。我来吃哦。海红要进过来，我2半边个手窗点一点吃。你别说。随着俺的来信了，2半边空气也流通了，里向马上就觉得清爽不晓得嘞。海红呢，伸着头出来，对后头望望，哦哟，平那已经让油门让不逃出来的呀。我现在看呀，2个风光海的啦，落水青山，看了真是心旷神怡啊。下句有理。
两岸疯狂杀人海，这雨下更多过于落起，再有那下句莫动，织女配后的无家，一哈听真是日半不行，两岸真那几日相东西西。老人回答小孩子，挖得了尺度不准。哎，读书啊，开饭噻！来着，海红一听嘛，说开饭噻，动作他快了开。过来有看我有些电子浪向挖得尺度不准，啪啪噗噗。哎呦，有鸡啊，有鱼有肉，心里想想想海鲜。那么我受的辰光啦，为子别是你个生日，神仙奶奶里呀，是老多碗老多盆，那今在他手里啥都吃个喏。没好，老爹，吃吧。哦，开饭子，叫我吃饭。那么来了，立起身来，走到外头，台子边浪向身体入定，在台子浪向一看，啊，咔嗒不一台子小菜。哎呀，有鸡有啊，有鱼有肉。哎呀，我那油门浪向是做人搞啥个呀？拉不过了师傅了跑喂，你这样都才要计划动的呀，而且两个要吃不得啊。童儿，你教如是怎样教法？这么多小菜都废了，要多少数钱呀？老爹，海个辰光那里刚好一起个动地啊！你岂可刻薄人家？你今朝让我讲太多，再接等500岁对债。你动手家去食。哎，从明日起，2菜一汤，尽做够那么数钱，绝不亏待于他。晓得在，老爹，那么今朝小孩子就吃这碗。好啦，我回到大理吃个啊，老爹。孩子吃着，这个难吃的了。来，老爹，那哎，搿只壁纸谁吃脱了？什么叫壁纸？阿里里哇。阿里里个纸还是壁个了，叫壁纸。代理忙忙花头石头推个，阿这话壁纸了，我当吃看了。哎呦，侪是荤腥小菜嘛，来了年纪大，清爽贵呀，有自家人懂得哪吃得进呢？哎，边浪向有青菜，边落生青，蛮新鲜。总算为何来了勉强吃脱一碗饭嘛，碗筷一放，不吃着。童儿，哎。你也少吃一些呀！晓得在，啥吃的呀？海红肯干。平常辰光跟着同人油门浪向，什么是2菜一汤，侪是素的呀。今朝是吃得真恶心啊！哎呦，这欲罢不能。茄子一碗，梨一碗，梨子一碗，糕一碗，糕子一碗，再添一碗，黄一碗，薯一碗，一共6菜，吃叫我呢，吃只7碗半。等到海红吃开，手上人收拾块把油头自家吃的，那么这个主要是啊，辣辣手上浪向伤心事。同人们到此我手上向来着，那么侬要告上咯，哪告发呢？趁我身上跑到里向，同人门前，啵举下来，同人啊，我冤冤枉请来当神友啊！不来，为啥么同人时常插方？身份证能跑了，你龙江他对我说：“哎呀，手上让你认错认着哇！我们当你一样普通的老百姓，拿高上到地方官衙门里向去干，那么龙江关门落锁，那么哪弄法呢？上么肯定要搞。一想这个，请一个人帮帮忙，啥人海红姨他呀？本人刚才讲啊。”海红姨他呀，立了海个超光大人，做得动动机3分之，只要海红一拍胸脯，这个事体就解决了。对，3日刚刚结束的辰光，这里张子机上看得出你心情不好，立马不想是我这3日。哎，但是我晓得你热心人呀，欢喜当保护兵。对，周顺利，
注定女的要想到里向去任海红。你用不着任海红带上吃来着，那么哪位在上头里吃来嘛？哎呀，来想跟我规矩吃过中国要比比眼睛的，那么海红坐了半边，心里说了印象里困感，有的这个为是出去手头上来来吧。哎，难道别是我受个辰光为此别是受老人生意来看见里出去，那现在裙子醒下来在店里忙忙，没有几个，来得个能够一高头一路一下饭，动作来得个出品没能够的，对，大丈受什么？又是老娘。哎呦，多少？哎，吃啥子？还在，我要吹空气，不要紧。哎，吃大盘回去啊？啥个阿配回去？啥人呗？我刚走。别客气哦。我领该。刚正教授的辰光，当然讲下条件个。哪了？你吃得不配回去，理睬理我们忙生红里向不等，一只要多个，你还多得几张？是的，这样个来，吃来不就我为数得多来。不多个。哎，我当然讲啊。哎。方才你来调到我吃。那。哎。你明早开始啊，随觉得两菜一汤好了。不够哦。一个。随两菜一汤吧。随这个。哎，我当然讲啊，违章事体，你来调规则，我当然说一声。手底呀，不会看那个。你有什么个？你心里有什么个？哦。放心吧，在手底不关系的。哎。哦。有什么？啊，那么明朝的正定稍微摄入。哎。啦，没喊。周老娘，你姓啥？姓啥？哎呦，哪位人？你这说，我不懂啊。那哪位人？姓哪位人？我的姓不等呀。姓不才是，俺管哪有一等也不等。讲不难听。吉利个吉。说他那个当中。猪。抢只猪。还是不灵的。哎呦，客气的嘞，没喊。那么叫啥名字啊？哎呦，讲你不好意思。咦，哪有讲你不好意思呢？我的名字叫不响。哪了？我叫阿四，三个最气四三最阿四，没好啊！最阿四。哎，几岁子啊？哎呀，也不灵光。哪有？鲁大嘴。33岁。还是不灵的。是的，33岁啊。我有点不容易啊！33岁不容易啊！但是看上去我个人不应该活33岁。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也受挫折。哪了？我意思是，你辰光只有33岁。那个人后阳功夫叫啥子哈？后阳功夫，你不吃手浪饭呀？打了出一个呀！哦哟，为了后阳功夫耍的不灵。后阳功夫真正看的自家了不容易。不灵该后阳功夫。你比我看。你么客气，你叫自家不晓得，你么真个蛮好。我脾气缺啥不灵该？我缺个当中啦，手你好该。可不是你缺吧？就是这微不像的。今天开始真的嘞。哎呀，是吧？吃饭的了，3公2高头节至少3周到苏州去，看上去去渔村去哇？啥么子啊？渔村啊？才刚都你渔少村了，别个那是渔村嘛，就这子那说的孩子，别管。渔村顺大便嘛，水涨。我要水涨。不会才刚都你水啥个涨？我3点没拉到子，水涨要紧给。是了。水涨要紧给。我跟你讲。哪了？等一下。但是不是还要录个后续的？必经之路啊！毕竟是这样子是啊。麻烦你这个后续定一定，我上去不想想。哦哟，上月份去这个。来，后区山名声都这样。是这样啊。但苏州的人不要到后区山不是？好了。后区山不基本3公司就分担呀。就是。有什么在？手浪你一下可以背手着，我也高尚嘛，现在是当区浪向。到时候可主要是做工蛮好，上地好像想了一桩事情。哎呀，你做啥的？你难讲。年纪分大了，你痴呆症。做啥了？你要进去了，我刚要求得那稿子讲了，跟我受理了，还是我得忘记这规则呢。啥个事情？那么长久子？你干么子哇？都是啊。对不起。做啥了？这只手。苏州不能去。后区山没分能不想的，青岛2高头嘛，来了，虚实关上我。no，这样是啊，搿来就是你不好。哪了？我受的辰光，一样事体谁当你讲清爽，你谁答应管？那么还是喏，现在狮子都开跟我写的这话，
你定心方才就当来拍胸脯个，手地不违规的那个，手地发生浪啊，你单人过3不能样子。跟你做啥不能样了？跟你胡说什么才当来刚好一家的收税官，那现在后去归在你上去着。也不过去这样。也不过做啥也不过去了，谁对水路不懂啊？水路通的一定要用实在通到杭州十大。那么有讲的？有讲的去的故地在位置不讲的呀。那么啥个事情呢？你讲出来。那么主要是要讲啥？现在好几位，侬有往事体嘎嘎叽叽讲不海红听，海红怒呛怒吼，那么要到风酒怒判2日，明着再讲。